这中营航空的机师摕到合法的罢工权，因就当来发动台湾航空史第4届的罢工。其实国内航空业头一摆的罢工，迄当阵是由华航来发起的。交通部是一开始就甲华航的董事长换好调，新的董事长随含劳工来谈判，3天就结束罢工。 2016年6月23暗时，华航空服员组织伫台北分公司门口有罢工布条。当时连续有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的华航分会已经得到合法罢工权，宣布20时0点开始无提供劳务。我要休息！我要休息！我都有听到。 哦，声音很大，我都听到了啊。发起罢工的原因包括休困的时间少、外站电贴少，也甲公司单方面变更报道地点。交通部随派新任当做何乱显上火线谈判，资方全部接受工会诉求，3天罢工就结束，影响122个航班3万外旅客。改善管理，改善管理，停止打压，停止打压。 2019年，华航机师不满前后18届团体协商，资方拢对疲劳航班改善、保障国际机师工作权这议题无回应，选伫农历春节正月初4发动罢工，期间甚至提出透明协商，要让主管机关退回过年航班的疲劳。7个小时，终于把5项诉求的第1项谈定了，是我们给自己掌声一下。 拄好是春节旅游旺季，7天拢总影响214航班，超过2.5万的旅客。双方经过4届协商，签团体协约，并约定3年内未搁罢工。空服务员团结！今年6月，中营空服员因为争取外站电贴、争取超时航班过年这个诉求，甲资方协商破裂。6月初7投票得到罢工权。6月20甲中营资方协商会议当场宣布罢工。经过17天，空服员轮流聚集伫中营航空总部门口，一直到6月28，中营航空董事长林宝水出面甲空服员代表会议，协商双方退让方案，结束17天的罢工，也是国际航空上长的罢工记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